今仔日是6月7日，也就是中國天安門事件的37週年。根據自由亞洲電台表示講，這受難者家屬所組成的團體天安門組織、天安門母親組織，有一寡成員是收到中國公安的通知，頭一間禁止因動工去到北京的萬安公墓來祭拜親人，也袂使舉辦悼念的儀式。有專家就認為講，按照中國共產黨目前的局勢來看，因就是想要先來穩固情勢，避免有任何互人利用的機會來發起抗議動亂。執政當局和最高民意代表機構，所謂全國人大，應該勇敢地面對以往的罪行。民眾鏡頭念這文，88歲張先玲是六四受難者的家屬，第37週年的進程，持續呼籲中國當局和社會愛拒絕放棄去追求正義。當時身在北京的人們不會忘記那晚震耳欲聾的槍聲、裝甲車的轟鳴，以及救護車的鳴笛和群眾憤怒的呼喊。1989年，一粒槍子射入去因後生倒平頭殼下，按倒院後壁扛出來，骨頭到今也放佇北京西郊萬安公墓骨灰堂。根據自由亞洲電台報道，傷者家屬陸續接到通知，今年頭一屆禁止入去萬安公墓，嘛袂使有追悼活動，顯示中國加強封鎖維穩的力量。他們不希望在這個明年21大之前發生一些什麼太大規模的這個示威抗議。或者是趁着現在中國經濟比較下滑的時候，有借着6·4的方式來串聯或借題發揮，所以我覺得他們現在是能盡可能的把這個維穩的力道，或者是經費，或者是這個注意力能拉到多高就多高。專家講，中國想要化消社會反彈，就哪像壓力鍋同款，短期會當維護政權，若是看袂掉，恐驚會發生更加大規模的民怨。今年5月底，63期的六四紀念館嘛有人惡意破壞。長期踮台灣舉辦紀念活動的華人民主書院協會講，中國用破壞行動宣示威權，並不是頭一屆。中共花了很多的統戰費用在這個在台灣在做這種反制6·4的這種作為呢，其實是得到反效果了。幾十個人權甲民間團體要佇六四東港點中正紀念堂民主大道集會，強調六四記憶若是社會的對道，嘛是台灣愛共同守護價值底線。尤其面對中國的威脅，過來條也就要明確表示袂使道歉。記者綜合報道。